嗱，呢個詩篇記56第4節咁樣講到，呢個大衛嘅經驗，當我驚之時，我相信上帝。嗱，大衛講，當佢一下驚，佢相信上帝。但係呢，因為自家驚，自家相信上帝，講上帝熱情本自家得到強嘅力量，變自家唔會驚，自家咧要太別善良，上帝就係自家太力量。因為呢個詩篇記56第5節咁樣講到，對於上帝嘅福音，我榮耀，我讚美；對於上帝，我相信，我唔會驚。係咪嘅東西由嚟滅我危險嘅？係咪東西為滅我錯驚錯mất嘅？佢唔會驚嘅大衛講，但係呢，因為要上帝嘅同在，要上帝做一個避難所，係講自己要上帝射箭，隔上帝上下射箭你行到，未掹自家上下未驚自家嘅前面人不認得真，但係我係共享自己未聽，係講要上帝嘅一上下，自家唔是驚，但係呢，上帝熱天，但係自家係特善嘅路，熱天佢唔會本自己傷害嘅路，因為上帝石龍中人，簽佢嘅石佢嘅，嗱，上帝祝福，阿門。